旺角朗豪坊一間超市，4月30號夜晚9點，一名尼泊爾籍婦人涉嫌偷走店內3罐總值900蚊嘅奶粉。事發片段網上廣為流傳，見到個女人偷完之後想走人逃走，連手袋跌咗落地，引來好多路人圍觀。偷奶粉，俾幾錢啊？之後，超市職員同保安即刻上前攔截，婦人就不停求情，揮手求饒，希望職員放佢一馬。不過職員情緒好激動，捉住佢唔放，當場怒斥偷奶粉幾次啦。事後職員報警處理，涉案婦人被警方拘捕，案件而家仲度調查緊。